隔日，一人负责已经听见耶稣到拿罗撒冷，就举张手机出去行治医，就讲：无啥啦，奉主的名来的以色列王，愿意得到何乐？耶稣听到一只小只驴仔，听伊亲像圣经所记，顺承的查某囝无得惊，你的王来啦，是骑驴仔的。咱这是三甲内圣诗，圣诗279首，圣诗279首。注定我心内无惊惶自在，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。明日我心情笑脸你无停，你做我光阴，互我光明。圣诗279首，咱人起立来吟传首。上帝啊，求你做阮，求你保护我。我的灵啊，你捌对后我讲。论到地上剩的百姓，用别个神替我摇花的，伊献电费的债，我无免献。要我
我是我的产业，甲我培中的份业。所让互我的地是真水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学了，迄个甲是我的耶和华。伊是我的神，也敬拜我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因为我的产业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我的心欢喜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。伫你的面前满足的欢喜。万事的种。圣诗324首，大家勇敢同齐脚步，虽然经过黑暗路，咱的头前遥远路途，有咱救主的扶护。星在带路灿烂光明，夜头看伊来进前。我靠上帝好打进前，着进前，进前，靠主来进前。圣诗324首，请咱起立来吟传首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阮感谢你找见你同事囝，因为阮的罪来定死伫世界。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是受难周的开始。今仔日是主耶稣一入耶路撒冷城，正人举棕树枝，将恁的衫铺伫路里，让主耶稣骑驴仔对遐经过。现在会进入耶路撒冷，是要做以色列的王。现在伊要做，毋是罗马统治时代的迄个君王，是要做阮心中信仰徛起，伫阮心中做王，来掌管伫阮的心中，互阮的心会当真做钦服伫你。真做服侍伫你，真做宣扬上帝的福音的所在。啊，棕树节，当伊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，阮的心也亲像介意进入耶路撒冷城，互阮也要举棕树枝，将阮的衫铺伫路里，互王来经过。伊是骑驴仔，毋是骑马。骑马是要君王要征服一只世界的土地，伊是骑驴仔，是温和，是和平的人君，要占领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将阮的心变满伫阮的全身躯，互阮会当服侍伫你，会当敬畏你，也上帝你做阮心中的石盘，放伫阮的心中，互阮真做上帝你的器具，上帝你拍拼来用，尽阮的本分，拍拼来做工。当伫棕树节时，阮的心要着调，要欢喜，要迎接主耶稣进入阮的心。但是过来，主耶稣受难受苦的这个礼拜，伊为着阮的罪定死伫十字架，互阮甲上帝你三角结合。占满伫阮的心中，互阮对上帝你领受对顶面来的使命，拍拼伫阮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的，所做的拍拼，无论伫阮的工作、阮的事业、阮的学业，拢要向上帝你做中心，互阮会当拍拼伫阮的本分，也会当尽力宣扬上帝你的福音。阮今仔日。所有礼拜，我们将阮的天书、所有的心神、求圣神，贴伫阮的中间，甲阮三个做伙。咱来恳求，感谢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